美国总统 Trump 正经主张讲，墨西哥湾毋是伫咧墨西哥，所以要改名做美国湾。即马Google 对7月开始伫咧地图顶面正式将墨西哥湾改名做美国湾。若是用台湾的 Google 地图去看，就会出现美国湾甲美洲湾两种名称。伫美国、墨西哥甲古巴之间的墨西哥湾。这个名从几百年前的阿兹特克文明一直使用到今，而且由国际水文组织 IHO 把这个名定做是这个海峡通用的名称。1月7日展开第2个总统任期的川普，了一日签署行政命令，把墨西哥湾的英语名改做 Gulf of America。所以，正做美国企业的 Google 从7月开始，把真侪人咧使用的 Google 地图原底标示改掉。Air Force One is currently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flying over the recently renamed Gulf of America. Please enjoy the flight, and we are now about to head westbound to Super Bowl 59. 因为 America 这个英语字，伫华语惯势翻译做美国或者是美洲，所以伫台湾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都出现无同款的标识。电脑版的画面倒边细明的文字，伫墨西哥湾边仔附注写美国湾。毋过正面的地图挂号内底写美洲湾，遐若手机内底华语版的 Google 地图，敢若伫下骹细明的文字挂号内底写美国湾。另外，美国联邦航空署 FAA 嘛同一个时间发通知予航空业的相关机构，配合美国政府的指令修改名称，亲像全球航空迷真爱使用的飞行类代字词。电脑版的英语网站已经改做是 Gulf of America， 遐若手机内底日文版的网页同款是比较办理。不过，并不是所有超吹引擎拢对川普的行政命令完全照办。亲像伫罗西亚上大间的 Yandex， 伊嘛有地图的服务，伫英文版的地图内底就保留墨西哥湾这个名。公司新闻，戚家仁编译。